家好，我係三百佳，今日想同大家傾傾末世聖母號。我首先就會建議大家去邊間戲院睇先，然後再同大家分享下我對呢套戲嘅感覺。節目未開始之前，如果想支持我嘅頻道嘅話，好簡單，喺下面 comment like share， 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今次末日聖母號係有好多唔同嘅 format， 有睇開我節目都知道 IMAX 唔係就咁去 IMAX 就等於你係最好嘅 IMAX。今次佢係用盡 Full IMAX 1.43:1嘅格式，即係比平時你見開香港最好嘅 IMAX 個畫幅更加大嘅。咁而更加特別嘅，佢今次係有70mm菲林版本，全個亞洲區都冇噶啦。移民咗英國嘅朋友仔可以去試下啦，或者係北美地區，包括加拿大，佢哋自有 IMAX 70mm菲林，咁當然亦係1.43畫幅。退而求其次，就係 IMAX GT 有1.43畫幅，不過係數碼放映嘅，咁 OK 嘅，呢個絕對冇問題嘅。邊度睇呢？近我哋嘅就梗係去東莞嘅 IMAX GT 啦，或者你可以去開旅行嘅，可以考慮下台北啦、東京同埋大阪都係有 IMAX GT 嘅。咁跟住落去就係 Dolby Cinema， 杜比影院最近我哋嘅就可以去澳門啦，或者係深圳都有杜比影院嘅。杜比影院基本上聲畫兩部分都完全贏過 IMAX， 唯一蝕章就係佢個銀幕唔夠 IMAX 咁大。特別講緊畫質方面，佢色域會更加廣啦 ，contrast 更加好，同埋出到真黑，喺投影機出到真黑咧係比較困難嘅。杜比影院做到，另外佢係支持次世代 3D audio 音效格式 Dolby Atmos， 你有睇開我介紹三巴節目都知道咩叫 Dolby Atmos 嘅，呢兩部分都絕對比 IMAX 優勝。第二選擇就係 IMAX Laser，IMAX Laser 香港有三間而家有，跟住落去呢一組選擇咧就會排名不分先後嘅，包括 IMAX Digital。IMAX Digital 就唔同頭先介紹 high end 嘅 IMAX Laser， 你當一個減肥版啦。呢隻 IMAX Digital 無論嗰個畫面嘅光亮度啊，各方面咧都會較為遜色嘅。咁另外嗰個 Sound System 個音響系統咧，應該如果冇記錯都係用翻最 basic 嘅 IMAX 5個 channel sound 嘅。排名不分先後，就可以揀一啲戲院係有杜比全景聲 Dolby Atmos， 佢比 Dolby Cinema 次一級嘅啫。佢只係間戲院咧裝咗杜比全景聲嘅音響系統。咁畫面方面咧，都盡量揀翻間戲院喺畫面度有作出特殊優化嘅，包括例如 ASI 嘅 Lux 啦，或者係Cinity LED 香港有，都可以考慮下試嘅。咁另外就係Element 嗰兩間有杜比全景聲嘅廳咧，都可以考慮嘅。嗰兩間個畫面都唔錯嘅，佢用咗中國巨幕嘅技術。咁另外其中一個院兩間之中其中一間咧就係甚至有 THX 認證嘅添。喂，咁樣 4DX 就點咧？ 4DX 基本上係屬於一個好特別嘅類別嚟嘅，你中意就梗係 4DX 優先啦。但係我個人嚟講咧，除非我好中意出戲啦，或者我睇過覺得或者係由頭打到飛戲咧，我只會考慮 4DX 嘅。開畫日已經睇咗噶啦，咁我唔係揀 IMAX， 我就去咗一間普通有杜比全景聲嘅戲院，就打算睇咗先，睇下有冇睇先。好睇咧，只去 IMAX GT 嘅。最初我真係冇乜入場意欲睇末世聖母號，因為當我睇預告嗰陣時候，我發現似曾相識，好似 Netflix 一出電影叫做《太空孤航》。呢出電影咧，基本上同呢出戲嗰個大綱係好相似，都係講一個太空人單獨一個人孤零零喺個太空船入邊遇見隻外星生物，而最抵死隻外星生物係真係好似樣，喺 Netflix 個版本就真係一隻蜘蛛咁樣嘅，而嚟到呢度咧就雖然係叫石頭叫 Rocky，但係都有少少幾分似，都有啲似蜘蛛咁樣躝嚟躝去嘅。而最大問題就係太空孤航咧就好文藝腔，文藝腔我 OK 嘅，但我完全估唔到佢係探討緊一啲人生哲學都冇問題嘅。佢係講緊個男主角咧嗰啲婚姻問題咧，同隻外星人喺度傾咧，我又覺得真係超乎我想象啊！出戲我睇完末世聖母號咧，我真係再 revisit 再翻攞翻 Netflix 出睇嘅。因為我最近試緊呢條三巴咧，咁我攞翻嚟睇咧，咦？呢套戲開頭啲聲合格嘅喎，因為我最初
印象中係冇乜聲，我懷疑當時我第一次睇啊，係咁只用電視內置喇叭睇嘅。咁我聽到咦都 OK 喎，嗱講緊開頭啫，我唔知跟住啲聲點樣嘅。但係呢出戲由於第一個印象俾我咁差咧，所以輻射到落去呢出末世性武號咧，我都覺得喂有啲雜雜地喎。有冇坊間講到咁好咧？我覺得坊間就係 overrated 嘅，又話同 Interstellar 星際啟示錄可以相提並論，話好感人咁樣，絕對唔係星際啟示錄嚟嘅。套戲其實就真係有啲似火星任務，再撈埋有啲似 Tom Hanks 嘅 Castaway， 甚至或者 E.T. 外星人咧，因為佢同一個 E.T. 外星人發生咗一個友誼啦。咁佢都幾大篇幅咧去嘗試討論一個人獨處嗰個孤獨感啊、孤單感啊。但係我覺得就唔係好到肉，唔到肉。反而舊年有出科幻劇集係 Apple TV 嘅《眾生唯一》，如果我冇記錯啊，無論個劇本女主角攞咗獎，好似係電視劇嗰個應該係艾美獎係嘛？我覺得實至名歸嘅，有心理準備。呢出係比較 drama 少少嘅科幻片，嗰個 idea 好正嘅。第日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我覺得嗰出電視劇講嗰個 loneliness 好過呢出。一個人類同外星人嘅友誼呢部分呢，我見好多觀眾都話好 touching， 好感動，但係我睇就一般啫。我唔知我再睇會唔會好啲，因為我決定再睇嘅。我決定再睇呢，就唔係因為呢套戲超好睇，必須要預測。喺我嘅 comment 就係呢出戲絕對值得一睇嘅。咁我跟住就講點解值得一睇先。首先個 production 方面呢，絕對冇問題嘅，定義係一定滿滿嘅。攝影師拍過《沙丘》續集，亦拍過《The Batman》同埋《俠盜1號》。咁呢個攝影師呢，我絕對唔會驚佢失手。好似沙丘第2章咁樣，用數碼機拍攝噶啦，拍完之後佢過翻落膠片嘅，咁所以佢希望攞翻膠片個質感。嚟到呢度呢，我係中意嘅。呢啲講嘅電影質感，但係呢出呢攝影燈光我絕對冇問題嘅。點解我成日咁強調冇問題呢？因為好多戲都有問題。自從轉咗數碼機10幾20年啦，好多戲已經冇咗80、90年代甚至係2000年都好嗰種質感冇晒嘅，好 flat 嘅。最經典例子就係 Wicked 魔法壞女巫，嗰啲色水真係淡茂茂唔立體嘅出嚟個感覺。如果你真係中意一個所謂真係電影感，講緊喺個 visually 呢出戲俾到我。另外呢出戲值得讚嘅地方就係盡量減少綠幕，減少用 CG 嘅，用翻傳統嘅實體特技 practical effect， 即係我攝影機拍攝嗰陣時特技就喺前面噶啦。例如太空船係真係揼隻太空船出嚟，未必1比1嘅，可能一時係一定比例，但係一個實物喺度，唔係用電腦後期加落去嘅，個質感係會喺度嘅。呢出戲呢，嗰個 production 嗰個 scale 唔大嘅，唔算大，其實你睇 trailer 都睇到嘅。咁所以佢唔屬於 A grade 嘅 blockbuster。A grade 講緊唔係出戲嘅 quality， 講緊佢個 scale production scale， 我覺得係 B 尾 A 頭咁樣啦。我睇嗰個係普通戲院嘅 projector，OK 嘅啫，只係因為呢套戲呢，佢幾多比較暗位嘅，比較暗嘅位嘅，而呢個暗位係吸引我呢，係想去間好啲嘅戲院試一試。我基本上已經決定咗呢，就睇 IMAX GT。其實上個禮拜睇嘅，不過因為唔得閒咧，變咗嚟緊個禮拜再睇啦。IMAX GT 同埋今次佢有成over 70% 左右呢，係真係用盡成個 full screen 嘅。同埋我個人嚟計呢，我係中意 IMAX GT。就算我睇嗰出戲，佢未必係 1.43 嘅。如果嗰出戲真係好，我抽到時間我都盡量會去東莞嘅 IMAX GT， 係 IMAX GT， 不是 IMAX with Laser， 記住啊！我幾中意佢個聲，佢個聲調得幾好嘅。唔好意思咯，我真係覺得佢個低頻嗰個味道同香港啲唔同咯，我只可以話香港啲係比較保守少少啦。另外亦想喺度補充翻，我以前節目介紹呢間戲院嗰陣時，我話過佢塊幕咧有啲印喺度嘅，喺高光位嗰陣時就會見到嘅。咁呢個問題咧就已經解決咗啦，因為喺舊年藉住《阿凡達3》上映之前咧，間戲院呢個 IMAX 巨幕咧，
換過啦，咁所以咧而家就冇問題，靚仔晒。另外呢出戲咧係幾有趣嘅，佢係玩個畫幅 aspect ratio 嘅。佢點玩法咧？喺地球嘅場景咧，佢就用闊銀幕即係好似你如果喺屋企睇一啲闊銀幕嘅電影嗰陣時，上下係有兩條黑邊嘅。當進入太空嘅場景咧，佢就會用一個接近16:9嘅畫幅出現，即係好似你屋企睇一啲電影冇黑邊嘅上下，全個畫面用晒。咁呢套戲咧就用咗呢個技巧去突顯咗兩個唔同空間嘅視野。呢出電影亦用咗好多 movie reference 電影參考嘅，包括第三類接觸啦，男主角係最初同嗰隻生物接觸嗰陣時哼咗幾個音啦。個石頭外星人咧，男主角幫佢起咗個名叫 Rocky， 咁 Rocky 大家都會聯想到啦，史泰龍嘅洛奇 Rocky， 咁套戲都有引用翻，好似有引用到一啲 Rocky 嘅音樂同埋一啲片段嘅。呢出戲係講太陽有問題嘅。The sun is dying. If we do nothing, everything on this planet will go extinct. 就令我聯想起呢兩出電影。咁唔知道大家又睇出戲嗰時又有冇其他嘅 movie reference 揾到呢？揾到嘅話，歡迎喺下邊留言一齊傾一傾。當地球人遇到外星人點樣溝通呢？大家言語不通點搞呢？言語呢個命題我中意嘅，但係套戲嘅執行上邊呢，整體嚟計呢，我就覺得係合格嘅啫。我更加諗起一出戲就叫 Arrival， 就係講緊一個人類有個外星物種過嚟之後，我哋點樣溝通呢？嗰出戲玩得好好，我哋係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咁我亦諗起 E.T. 嘅，咁我頭先特登揾翻 E.T. 嗰段嚟睇嘅，有啲相似嘅，中意佢同呢隻生物開始溝通之後嘅戲多過呢出。呢出都用咗一啲道具嘅。E.T. 外星人嘅道具咧就係用咗一個嗰啲語言學習機。如果有觀眾朋友用過嘅話，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嚟到呢出都有一個道具，咁有趣嘅嗰個就英文字母，呢個就唔係學英文字母嘅。咁我費事講咁多啦，大家入場睇下啦。咁我覺得個命題 OK， 但係就對我嚟講硬係差啲咯，唔知點解啊嚇。電影好長。我諗差唔多3個鐘，我就覺得可以快啲個節奏，唔需要咁長。咁我覺得火星任務好睇過去嘅。我唔敢肯定啊，可能我第二次睇會好啲嘅，因為我決定咗睇第二次啊嘛。唔知道你又有冇打算入場睇末日聖母號呢？你又打算去邊間戲院睇呢？或者你已經睇咗嘅，都歡迎喺下邊留言，大家一齊傾傾呢套戲。如果想支持我嘅話，好簡單，喺下面 comment like share， 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希望下條片再見到大家，拜拜。